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1月6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352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458天。前线发生了163起战斗，其中68次在波克罗夫斯克前线。俄乌战斗越来越激烈。过去的48小时里，每一分钟都在交火，每一条战壕都在拉锯。这是波克罗夫斯克前线乌军士兵发来的战地实况。由于乌军调集重兵防御，俄军以优势兵力发起了密集攻击，也在乌军的钢铁防线前接连碰壁。仅仅在过去的48小时内，俄军就发起了50次冲锋，但均被无情击退，留下满地装备残骸后狼狈后撤。俄军的亡命出击无功而返，主要因为乌军已构建起一套多层次防御的熔炉，把技术优势发挥到了极致。在空中每个营配备6架侦察无人机，24小时盘旋，20公里范围内俄军动向被实时传至指挥中心，通过星链系统与大数据分析，俄军的进攻路线几乎被精准预判。当俄军坦克机群进入预设区域，无人机立刻切换角色，化身炮火引导员，将坐标同步给后方炮兵部队，密集的精准打击瞬间覆盖目标区域。俄军以2至6人的小队渗透，乌军则依靠无人机、炮兵和精锐突击队进行清剿。俄军几乎将全部机动兵力投入此方向，乌军也视其为生死防线，双方均无退路，决战性质凸显。尤其是乌军那更是重视。乌克兰军方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军队在乌克兰东部交通物流枢纽波克罗夫斯克，也就是红军城废墟中展开战斗。1年多以来，俄军一直试图夺取这座城市。乌克兰军方表示，该市某区域正在发生激烈战斗，该区域对乌克兰前线后勤保障至关重要。乌军方称已向当地增派特种部队，并正运送更多的武器装备。前几天，乌克兰的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亲率2架黑鹰直升机直插这个波克罗夫斯克俄军的控制区，去打开一个缺口。今天基辅独立报以及美国商业内幕网站媒体报道说，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当地时间11月4日公布罕见的作战画面，显示其特种作战部队搭乘美制黑鹰直升机，在战况激烈的波克罗夫斯克展开突击行动。商业内幕网站描述说其中一段视频画面显示，一架黑鹰直升机停在田野上，乌克兰特种部队士兵从机舱涌出，直升机随即起飞离去。视频中还展示了该地区发生了空袭与无人机行动。这个乌军公布了布达诺夫亲率2架黑鹰直升机突袭的视频画面。这个希尔斯基还有泽伦斯基这2个人，还加上布达诺夫，居然3个人现在都在波克罗夫斯克前线，可见乌军是多么重视波克罗夫斯克前线。3巨头已经在那儿聚齐。首先，泽伦斯基跑到国民警卫队卢比日第4作战旅指挥所。这个卢比日第4作战旅，它是负责多布罗皮利亚方向，这个地方战斗非常激烈。这个泽伦斯基说，他听取了旅长关于该方向战况的汇报，并与官兵们详细讨论了部队需求、无人机生产与统一配给问题。泽伦斯基还为立功的官兵颁发了国家勋章，感谢每位将士的忠诚服役与为国奉献，请务必珍视自身与战友的生命安全，这高于一切。我们坚信守护者的力量。这是泽伦斯基在卢比日第4作战旅指挥部的活动。泽伦斯基到了第7军团，也就是守卫波克罗夫斯克的，咱们老是说的第7部队，他是防守波克罗夫斯克的乌军的主力。那泽伦斯基他到了第7快速反应军指挥所，实际上这支部队是空降部队。泽伦斯基说，我收到了关于波克罗夫斯克地区
局势的军事报告，并向守卫者颁发了国家奖章，3级伯赫丹·赫利尼茨基勋章和2级、3级勇士勋章，说战士们正在一个至关重要且局势最为紧张的地区保卫乌克兰。官兵们汇报了波克罗夫斯克地区的局势、防线的稳定情况以及与邻近部队的协调情况。敌军继续加紧攻势，在波克罗夫斯克发动袭击。我们重点加强防御，确保我们战士拥有所需要的一切。泽连斯基说：“我感谢我们保卫者们所做出的贡献，感谢每一位坚守阵地、竭尽全力保护我们的州。”泽连斯基视察红军城，也就是波克罗夫斯克防线以后，法国媒体写出了一个荡气回肠的一个报道，叫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泽连斯基的身影。11月4日，乌克兰总统出现在波克罗夫斯克的战场，看望了正在前线的士兵。随后，他在社交媒体写道：“我来到波克罗夫斯克前线，在乌克兰国民警卫队第1军亚速军团指挥部慰问我们的士兵。”法国媒体报道还称，尽管莫斯科的胜利宣言还为时过早，但乌军也承认在该市陷入困境。俄军前沿部队成功的以小分队形式突入波克罗夫斯克，通过破坏行动和定点袭击，企图扰乱城内5500名乌军守军的阵脚。是不是以为泽连斯基这就完了？并没有，泽连斯基还在前线视察了叫马扎尔鸟414无人机旅。无人机系统部队是乌克兰未来部队的关键组成部分之一，毫无疑问也是我们现代化的部队重要组成部分。我为我们的战士每天的英勇事迹感到自豪，感谢你们保卫乌克兰。今天在414旅马扎尔之鸟的主指挥部，我向战士们颁发了国家勋章。这个泽连斯基够勇猛的。你说波克罗夫斯克是最危险的地方，俄军在那儿部署了10几万部队精锐，发誓要拿下波克罗夫斯克。结果这个时候，这泽连斯基真是不要命，居然跑到波克罗夫斯克还有多布罗皮利亚这儿去视察去了，哪儿最危险就去哪儿。关键是他还跟乌军总司令谢尔斯基还有布达诺夫好像都在前线。视频中大家也看到了，谢尔斯基也在。首先这个粉碎了俄媒这些黄俄天天说红军城波克罗夫斯克已经被俄军占了，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被打脸了。第二个也说明那儿确实紧张啊，要不然泽连斯基不可能亲自再去压阵，冒着这么大危险。这个泽连斯基说，他说俄再次被迫推迟其自行设定的攻占波克罗夫斯克和多布罗皮利亚的最后期限。俄罗斯的每一次损失都增强了我们保卫国家人民和独立的实力。关键是泽连斯基在前线战壕里面又录了小视频，向这个特朗普喊话。泽连斯基表示美国应该允许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来威慑俄，这非常重要。即使只是为了起到威慑作用，我们也必须拥有并使用它。我们需要美国支持，我们需要特朗普总统在这个问题上的支持。泽连斯基在前线向特朗普要战斧导弹。乌军称特战队和义军在库尔斯克昨晚打掉了俄军的伊斯坎德尔导弹和防空部队、特种部队和黑火星反俄力量打击了用于装载伊斯坎德尔导弹发射车的运输车。打击发生在库尔斯克州奥夫斯扬尼科夫附近。他们还烧毁了位于库尔斯克夏罗伊杰茨村的附近哈蒙雷达站。该雷达站当时正在执行任务，这台小型雷达用于探测和跟踪空中目标，并进行后续的目标指示。乌克兰海军袭击了驻扎在黑海叫西瓦什石油平台的俄罗斯特种部队。据乌克兰海军报告，在此次行动中，他们摧毁了一个反坦克导弹小组以及入侵者用于监测海上情况的技术情报设备。西瓦什平台曾是一个观察哨，配备了雷达、摄像头和无线电侦察系统，对其进行打击，使俄军失去了对部分水域的控制能力。
也无法及时发现乌克兰船只，也就是俄军在这个区域眼瞎了。俄境内2家炼油厂在乌无人机袭击后停止运营。前2天打击了巴什克尔托斯坦的石化厂和夏诺夫格罗德炼油厂。那2个厂目前根据前方的准确的情报，这2个厂已经停止了运营。根据这个 RBC 乌克兰援引俄安防委反信中心负责人叫科瓦连科的话报道，今晚无人机袭击后，立即有2家企业位于巴什克尔托斯坦石化厂以及夏诺夫格罗德炼油厂停止运行。俄罗斯库尔斯克州部分地区出现了停电情况。此前有报道称，在俄罗斯巴什克尔托斯坦共和国斯特列利塔马克市夜间发生爆炸，造成当地石化厂受损。此前该地已发出无人机危险的警报。前几天乌军打击了这个黑海的叫图阿普谢港。那根据报道说，这个图阿普谢港在11月2号遭到打击后，已经暂停了燃料出口，当地炼油厂也停止了原油加工。分析人士称，打击发生时有3艘油轮在港口装载原油、柴油和燃料油，那现在都已经停止出口了。不仅港口暂停出口燃料，炼油厂也停工，说明乌军对俄罗斯的黑海的图阿普谢港打击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今天已经是11月6号了，离迪波老人呢要求格拉西莫夫拿下波克罗夫斯克也就是红军城还有9天，不知道格拉西莫夫有什么办法，不知道格拉西莫夫还能不能笑得出来啊？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首先是韩国国家情报院11月4号向国会情报委员会通报说，朝鲜已向俄罗斯增派数千军力，以支持俄方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约1万人已在俄乌边境执行防卫任务，另有1000名工兵参与排雷作业。自9月以来，约5000名建设部队人员已抵达俄罗斯，协助争议地区的重建。情报院称，朝鲜人民军长期保持针对增派人员的训练和选拔，负责监督或管理弹药和军工支援事务的朝鲜高级人员频繁访问俄方。早在6月，俄罗斯安全委员会秘书绍伊古就确认，朝鲜将派1000名排雷专家和5000名军工工程师支援库尔斯克地区的排雷和重建，同时有5000名工人协助提高阿拉布加工厂的无人机产量。不管怎么说，朝鲜的行动效率那比这个欧盟志愿者联盟效率要高多了。志愿者联盟也还在讨论，到现在还没有派兵，人家朝鲜都已经派第2回了，第1波已经回来了，这是第2波啊。乌克兰国防部长施尔哈尔称和丹麦国防部长见面，双方表示丹麦模式非常成功，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融资的有效性。仅今年1年，乌克兰就已根据该模式从丹麦及盟友那里获得了12亿欧元。到今年年底，我们预计将吸引超过5亿欧元的额外资金。泽连斯基他也说，今年乌克兰将在德国柏林和丹麦的哥本哈根设立武器出口和联合武器生产办事处，以筹集资金生产乌克兰国内短缺武器。挪威宣布明年将向乌克兰援助70亿美元的军援，这个是挪威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德国的2倍，所以德国不能落后。挪威、丹麦这些小国家援助乌克兰更狠。如果是按这个人均来算，或者按 GDP 算，那挪威、丹麦肯定是排在德国前面。德国是大国啊。德国政府再次推迟金牛座导弹系统采购计划，这是商报报道。他说，然而德国将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柏林提议额外拨款30亿欧元，用于购买火炮、无人机和装甲车。在2026年的预算中，对乌克兰的总援助将达到85亿欧元。欧洲媒体说，北约国家计划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6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这个好像是泽连斯基2个月前就是要600亿，2026年。
那这看样子北约国家同意了，凑齐了是600亿，这个是很重要的啊。也就是说，这个泽连斯基是整个2026年的这个预算就是600亿美元缺口，欧盟、北约国家满足了。加拿大计划在其新预算中增加对乌军事援助。加拿大周二通过的预算文本指出，该国计划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作为其防务合作计划的一部分。预算文本指出，主要投资包括5年内投入62亿加元，用于扩大加拿大的防务伙伴关系，包括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以及扩大军事训练和国际政治计划。这是国际援助。前2天不是这个塞尔维亚的总统武西奇说了，他要把武器卖给欧盟。至于欧盟把武器卖给谁，他不管，哪怕是卖给乌克兰。武西奇相当于是公开背刺这个普京，给普京来了一耳光。这个俄罗斯人终于有反应了。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啊，他说俄方希望塞尔维亚生产的弹药不要被用来射击俄罗斯士兵。佩斯科夫在回应塞尔维亚总统武西奇关于该国愿意向欧盟出售弹药的声明，对记者称，我们最不想看到的就是我们视为兄弟之邦的塞尔维亚所生产的武器和弹药射向我们的士兵，这一点是我们最不愿意见到的。不过这个佩斯科夫又说，我们理解塞尔维亚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因此那里的局势极为复杂，我们完全理解塞尔维亚人民正在经历的困难。说这也没有用，这个武西奇已经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要卖武器给欧盟。只是说不要让塞尔维亚的这个武器射向俄罗斯士兵，那你就跟欧盟谈吧，或者跟乌克兰谈。总之武西奇要赚钱。这个我们看看俄罗斯国内，俄罗斯现在麻烦了，俄罗斯现在捅了马蜂窝。普京最近可以说是昏招连出，先是由于他这个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搅黄了美俄峰会。美俄峰会不管结局是什么，那都是给普京增光的，这个大家能理解吧？在拜登时代，那普京根本就没有露脸的机会，没人搭理他，出国访问也只能去那几个国家，铁杆老铁，什么 G20 什么峰会都不敢去，就去中亚、白俄罗斯还某些的印度转悠转悠，能跟美国总统握手平起平坐，在全世界媒体的这个聚光灯之下，这是普京胜利。普京认为他是在外交战线上突破重围，突破重重封锁，每跟特朗普握一次手，那都是普京在外交上的胜利。结果让拉夫罗夫给搞砸了。现在普京要追查拉夫罗夫是不是蓄意的，也就是拉夫罗夫是不是想推翻普京，是敌对派，是睡在普京身边的赫鲁晓夫。拉夫罗夫现在很危险了，很有可能已经开展内部调查，看他是何居心。这是第一个麻烦。第二个麻烦是什么？这个普京不是作吗？又是波塞冬什么核潜艇，又是什么核动力巡航导弹、海燕导弹是吧？一顿乱射，也就是他秀他的核按钮，而且不是一次，接二连三的，没完没了。射完之后，普京还说：“他说我们的国家不会威胁任何人，俄罗斯和其他所有拥核大国一样，正在开发自身的核潜力，发展自身的战略潜力。一个把煤气罐就挂在嘴上的，腰里没事别2个的，逮人跟谁来的这种国家，他居然说俄罗斯不会威胁任何人。这个俄罗斯也可能说的是大实话。什么叫大实话？俄罗斯从来不威胁，直接上手就是干。威胁警告从来不警告，上去就是打。你看对乌克兰就是打，对格鲁吉亚，对他周边的邻国，哪个没被他打过啊？从来不威胁任何人。这个要对某些国家要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后来被美严厉警告。所以说俄罗斯不会威胁任何人，这个话从普京嘴里说出来，那就是高级黑啊！整个世界颠倒了，这就是流氓逻辑、强盗逻辑。结果正好他遇到了特朗普这种不着调的、不靠谱，麻烦了。为什么呢？特朗普没面子，因为这个俄罗斯的口炮界的天花板梅德韦杰夫跟这个特朗普呲牙，特朗普不敢怼这个普京，完了还不敢怼你这个过气的总统、下了台的总统
所以说特朗普毫不客气，就说我派了2艘核潜艇在你们附近。结果俄罗斯人害怕不害怕不知道，总之普京又搬出了他的核按钮在那盘。先是这个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达14000公里，也来了个波塞冬无人潜航器。这还没完，普京还说俄罗斯正在研发新一代核动力巡航导弹，他们很可能是高超音速导弹，也就是海神导弹。你这不是没完没了了吗？特朗普再怂，你这么没完没了的，特朗普也受不了。所以特朗普10月底他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下令美军立即重启核试验。那不就玩？既然大家都玩，那就玩。特朗普他到底是不是重启核试验不知道啊。总之人家社交媒体上这么说的，这一下吓着了俄罗斯了。说实话，俄罗斯他没想着美国会重启核试验，也普京的这个概念里面只有他吓唬别人，没有别人吓唬他的这种先例，所以普京这样吓着了。首先11月4号，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指出，他说美方尚未就美国总统给特朗普涉及核试验的言论做出解释，他还要特朗普给他解释，特朗普能尿他吗？给你解释啥？你这边又是波塞冬，又是海神，又是海燕，是吧？美国最厉害的叫民兵什么战略巡航导弹，也来放他几颗。完了之后，人家要搞核试验，普京吓坏了。由于美国特朗普没有跟俄罗斯交底，因为以前这个叫什么，各个大国之间是签过这种叫什么核协议，如果哪个国家做核试验，那必须要互相通气的。结果这个特朗普也没搭理，普京急了啊！俄罗斯的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向普京请求给予时间。于是普京马上就问了，你们情报局干啥的？美国到底有没有做核试验？是怎么做？多少当量的？在哪里做？结果这个联邦安全局局长一问三不知，所以他向普京请求给他时间，以便彻底核查有关美国准备进行核武器试验的相关信息。普京慌了，然后普京再问这个俄罗斯的国防部长别罗乌索夫，美国要搞核试验，咱们怎么办呢？如何应对？这个别罗乌索夫立马向普京建议，必须立即开始准备全面核试验。俄罗斯国防部长别罗乌索夫建议普京立即开始全面核试验。他在会议上发表了这一声明。部长称，美国正在积极增加战略进攻性武器，并逐步推出关于战略稳定的条约。我认为有必要立即开始准备全面核试验。你说这是不是俄罗斯自己招惹的？特朗普可没有准备搞核武器核试验，重启核试验。你老在这秀肌肉，你老在这盘你的核按钮。特朗普一怒之下启动全面核试验。实际上普京没想到特朗普反应这么激烈。普京本来就是想吓唬这欧洲这些国家，这些怂包，结果这下引火烧身了。如果特朗普真的全面核试验，那你普京跟不跟吧？你俄罗斯跟不跟吧？跟，那就是他本来打仗就没钱了，是吧？捉襟见肘了，现在还要做核试验，那得花多少钱呢？俄罗斯老百姓就得勒紧裤腰带，一个个的比朝鲜人还要瘦。那现在他连前线战场都支撑不了了，他还要拿钱出来，拿经费去做核试验，这不特朗普是摆明了要拖垮俄罗斯吗？所以我觉得现在开启核试验没毛病，赶紧开启。这样俄罗斯你跟还是不跟？不跟你就落后了，跟你就等着垮。你说做核试验不费钱吗？那花钱跟流水一样。我们再看啊，外媒报道说，大国几乎取消了一半俄罗斯石油进口量。他说，大国大型国有石油公司，特别是中石化和中石油，以及大国较小的私营企业，在美国10月底对俄罗斯石油公司和卢克石油公司实施制裁后，取消了部分从俄罗斯的燃料供应。这个是谁说的？是挪威咨询公司出的一个报告。他们估计大国总共拒绝购买40万桶每天的石油，约占俄罗斯对华石油供应量的 45%， 也就砍掉了一小半，将近一半。说该决定对西伯利亚品牌的石油打击尤为严重，其价格急剧下跌。此前11月份的油品以布伦特原油基准的价格
或最多便宜0.5美元，也就大概在63美元吧出售，而现在折扣幅度约为0.5到1美元，个别情况下高达每桶1.7美元。尽管如此，12月份供应合同仍进展缓慢。大国私营企业决定放弃购买俄罗斯石油，部分原因是山东玉龙石化有限公司被列入英国和欧盟的制裁名单，现在该公司只能购买俄罗斯燃料，因为与西方供应商的合作已变得不可能。10月底，当有消息称只有大国国有公司暂停了俄罗斯石油采购时，路透社已经预测私营企业也会放弃俄罗斯燃料，也就是俄罗斯的日子肯定是越来越难过，不是越来越好过。至于它什么时候崩，这个不太好说啊，也可能它能撑1年，也可能随时会崩盘。意大利晚邮报报道，他说普京要的是打赢，不是差不多的停火。克里姆林宫对新的普特会，就是普京和特朗普的会晤峰会毫无兴趣，因为博克罗夫斯克的即将陷落，乌军败局已定，在莫斯科看来已是既成事实。他这个说法只是片面之词啊，也就是说，普京和特朗普的会晤啊，只要两人一见面一握手，对普京就是胜利。至于谈的结果怎么样都不重要，停火还是不停火，接着打得更厉害升级，对普京都无所谓。他要的是跟特朗普握手，在一起合影，在一起谈笑风生。评论员马可·伊马利西奥指出，谈判僵局的缘由始终简单，至少2年来，俄方反复声明，这场战争能在地面取胜，就不会为了停火而坐上谈判桌。在这一点上，克里姆林宫的态度毫无模糊空间，也就是这一点让普京叫进退维谷，进退两难。现在是坐在火上烤，就像鱼儿咬了钩，是吧？想把钩吐出来，那是不可能的，只能最后筋疲力尽，崩溃而亡。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